来看埃及的大埃及博物馆，伫当地时间7日开幕咯。这个博物馆开超过10亿的美金哦，嘛展出超过10万件文物，上久哦拢有7000多吨重的文物。博物馆内哦，阁有头一只法老王陪葬的船，这嘛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只。咱做伙来看卖。 世界有名的吉塞金字塔区无人机伫夜空中描写出古埃及甲顶堡图像，包括图坦卡蒙王的金明窟棺材甲王座，也有代表法老权力的仪式用战车甲船只。全球最大的大埃及博物馆7日盛大开幕，庆祝仪式充满讲法老风格。ونحن نحتفل معا بافتتاح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الكبير. نكتب فصلا جديدا من تاريخ الحاضر والمستقبل. في قضية هذا الوطن العريق فهذا أكبر متحف في العالم. 埃及文物真丰富，展品数量会当讲是完整有机的2倍，大约10万件。那参观的游客每一件展品欣赏1分钟，所谓收藏看完都要70日。展物自过去历史7000年，为史前时期一直到公元大约400年的希腊到罗马时代结束。全馆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尺，相当3个台北国境博物馆园区。 开超过10亿美金，经费来自埃及国内资源甲国际合作。 كنوز الملك الذهبي الملك توت عنخ آمون اللي هي مساحتها 7500 متر مربع، مركب الملك خوفو الأولى مكتملة، وأثناء زيارته يشوف المرممين وهم بيجمعوا المركب الثانية. 这摆开幕，全球数十个官方代表团受邀请，其中荷兰总理斯霍夫表示，会将一尊约3500年历史的雕像献予埃及。 听讲历史会当追到西元前1479年到前1425年之间，可能都是伫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风淘汰了后非法出口，后手出现伫国际艺术市场。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。